中午嘅同學，咁由於嗰個教學時間好緊絀啦，咁咧就呢一個部分嘅熱帶雨林嘅課題咧，咁咧我就會用呢一個短片嘅形式，好快咧咁同大家咧就係去講一次關於咧就係有啲乜嘢因素咧，有啲咩原因咧令到熱帶雨林咧係會被開發嘅。之前咧我哋就分析過咧，關於喺熱帶雨林入邊咧唔同嘅人類活動，OK，咁啊包括有農業啦。跟住包括有啲資源嘅開採啦，包括城市發展啦，同埋其他嘅因素，例如戰亂。OK，咁種種嘅人類活動咧，都係令到熱帶雨林咧係被開發嘅。咁上一次所講咧係同大家交代咗熱帶雨林嘅人類活動。咁今次我哋就會睇下咧，就係咁喺潛藏入嚟，咁點解啲人會係喺熱帶雨林嗰度進行呢啲活動咧？熱帶雨林嘅破壞背後嘅一啲嘅原因係乜嘢嘢咧？咁梗係有一啲原因，先至令到佢哋喺呢度進行我哋之前所講嘅人類活動噶嘛。咁所以咧，跟住呢一個部分咧，就係 underlying causes。OK，咁呢個其實你可以去理解就係 reasons for destruction in tropical rainforest。OK，熱帶雨林被破壞、被砍伐嘅一個原因。好啦，咁其實熱帶雨林咧被破壞咧，咁喺根據你嘅 notes 嚇呢個部分咧，你會喺筆記嗰度有嘅嚇，喺我個本打嘅筆記嗰度入邊有嘅。OK，咁咧我去做筆記嘅時候咧，就會同大家分析咗一啲自然因素同埋咧人為嘅因素。咁大家可以打開你嘅筆記，OK，睇翻嗰個筆記嘅部分。咁我去分析嘅時候，第一個部分咧，我就會去用一個自然因素啊。其實森林嘅破壞咧。喺一定程度上咧，好多時候咧會係一個自然嘅破壞。咁通常我哋所講自然嘅破壞咧，就係一啲嘅天災啦。森林入邊有啲咩天災會發生咧？咁當然有好多啦嚇。咁可能森林入邊佢會有火災啦，係咪嚇？咁呢啲火災，咁你會話誒咁濕都會有火災嘅咩？冇錯，因為森林好多時候咧就會有呢一個強降雨，OK 嚇，有雷暴。咁於是呢啲嘅閃電雷暴咧，亦都會破壞咗森林嘅。咁亦都可能有唔同嘅天氣狀況啦，呢一個嘅厄爾尼諾現象啦，我哋叫 El Niño 啦，咁引致可能部分嘅森林咧，佢會比正常嘅雨量少，颱風啦，OK，雨量減少啦，山泥傾瀉都會可能造成咧成個森林地區咧，佢嗰個嘅森林係破壞咗嘅。火山爆發，OK，譬如我哋話喺印尼嘅火山地區，咁呢啲森林如果佢喺火山地區，當佢有火山爆發觸及嘅時候，咁佢咪自然地破壞啦，係咪啊？咁啊，仲有可能咧就係會出現一啲嘅pest 啦，OK 嚇，一啲害蟲啊，或者一啲嘅病菌啊，令到咧森林咧就係自然嘅因素咧係受破壞。咁當然咧，我哋而家所講嘅破壞森林咧，基本上我哋就係唔係我哋並不是講自然因素。OK 吓，咁我哋通常喺森林嘅破壞咧，都係人為因素為主嘅，人為因素為主嘅。咁亦都係同我哋嘅社會吓，地球嗰個一路嘅工業跟住城市嘅發展，OK，人類生活質素嘅提升，OK，帶嚟好多嘅科技嘅進步，OK，引致到咧嗰個森林咧係被砍伐，OK，咁所以咧我哋主要咧就唔係講自然因素，我哋主要咧就係講人為因素啦，OK。咁如果跟翻書嚇，我呢個部分咧書入邊有嘅，notes 嗰度都有嘅。咁咧，如果我話自然因素係一個微不足道嚇，唔係一個最主要我哋嘅 concern 咧，咁其實咩因素會令到森林會破壞咧？反而就係我哋嘅人口嘅上升啦，全球人口同埋森林國家嘅人口上升。另外咧就係森林國家嗰個貧窮嘅問題佢哋嘅國家嘅政策，同埋咧全球人類咧佢哋嗰個嘅嗰個飲食嗰個 diet，OK 嚇，嗰個轉變，以至到咧全球一個全球化嘅市場，呢啲嘅因素咧就會造成咧森林係被開發啦。好，我哋先嚟睇下第一個嘅人類活動即係同人類活動有關嘅一啲我叫 human factors 啦。如果我哋撇除自然因素之外，咁主要係一個咩原因咧？主要就係一個我哋話咧就係全球嘅人口嘅上升啦。OK 嚇，全球嘅人口上升啦。喺筆記入邊咧，我會係咁樣寫嘅：to meet local needs population growth。其實人口嘅上升咧，其實係會帶動唔同嘅人類活動。OK 嚇，咁我哋呢度咧就會分開做幾個部分嚇。OK 嚇，咁先嚟睇下咧喺落後國家、森林國家，OK，其實佢自己本身都會人口上升噶嘛。咁譬如我哋話喺
森林地區入邊，佢哋本身嚇佢哋會進行 shifting cultivation 遷移農業，本身亦都有一啲嘅原始部落咧，佢哋會進行佢哋嗰個原始嗰個部落嘅野果嘅採集啊，或者係捉魚啊咁樣樣。咁其實呢啲嘅因素咧，其實呢啲嘅活動其實係本身咧係冇問題嘅。OK，譬如我哋話喺一啲嘅落後嘅南美地區，有啲嘅原住民，OK，咁佢哋為咗生存啊，咁佢哋會去利用森林入邊嘅土地去進行遷移農業啊，去打獵。咁其實由於佢哋係一啲係呢啲係一啲佢傳統做開嘅一啲嘅活動，佢哋對森林好認識，所以呢啲嘅做法咧，其實係反而係對森林係好嘅。咁但係有大前提就係咧，佢哋嘅人口係少啦，OK 嚇。咁但係咧，隨住我哋知道咧，現今科技越嚟越好啦。咁咧，基本上喺就算我哋話喺巴西啊，或者喺印尼啊、蘇門答臘啊呢啲地區咧，佢哋嗰個人口亦都係膨脹。落後森林國家嘅人口，其實佢都會膨脹。當佢嘅人口膨脹嘅時候咧，佢哋嗰個嘅土地嘅承載力咧就會下降啦。呢度咧請你改翻筆記，呢度打錯字嘅。OK。咁於是乎咧，啲人就會走入去去開發森林嘅資源啦。本地本地原始部落或者係本地落後國家嗰個人口嘅增長咧，其實係一個主要令到森林消失嘅一個最主要嘅原因。所以咧，請你自己揀低啦，嗰個 population pressure 呢度係指緊咧本地 OK 落森林地區嗰個人口嘅上升。咁喺隨住我哋嗰個嘅物質生活越嚟越好啦，科技嘅發達啦，咁咧喺一啲嘅原始部落或者喺啲落後國家，巴西啊、印尼啊、哥倫比亞、智利啊、阿根廷等等呢啲嘅國家，佢哋嗰個人口其實係膨脹嘅。OK，佢哋嘅生育率咧開始係佢哋嘅生育率大過佢嗰個死亡率。OK 咁其實。佢哋於是乎佢哋你會發現咧，就係佢哋嗰個嘅自然增長係會大啦。OK 我哋喺城市嘅課講過呢個詞叫 natural increase。咁呢個嘅人口嘅膨脹咧，亦都係對於佢哋嗰個資源嘅訴求資源嘅開採咧，構成一個非常大嘅壓力。OK，咁而佢哋嘅巴西嘅政府印尼嘅政府咧，亦都容讓佢哋咧就走入森林入邊去開發資源。所以我哋會見到咧，就係隨住人口嘅上升咧，嗰個森林嘅開發嘅速度咧係一個positive 嘅 relationship 越嚟越多嘅。OK 好啦，咁頭先所講咧就係本地啦，即係森林地區、森林國家嘅人口上升啦。咁但係咧，其實唔單止係森林國家嘅人口上升，其實全球人口都上升。呢幅圖入邊咧，大家睇一睇啦，喺書入邊有嘅。我哋就會話啦，全球嘅人口嗰個 global population 越嚟越多，OK 而家地球人口係70億啦咁樣。咁我哋嗰個隨住我哋嘅生活質素越嚟越好啦，living standard 提升啦，咁所以我哋亦都會好多時候咧目標走出去森林資源嘅開發，因為我哋對於森林嘅資源嘅訴求大咗好多。咁你會問有啲咩資源啊？我哋喺人類活動嗰課都講咗啦。譬如我哋要去土地用嚟耕種啦，OK 咁我哋進行一啲嘅糧食嘅種植啦，OK 種大豆啦或者種油棕櫚樹啦，咁種橡膠啦，咁另外我哋食牛啦，OK 咁等等，另外我哋嗰個木材資源啦，OK 咁各樣嘅資源咧都需要喺森林入邊揾到嘅，所以就令到咧森林嘅資源咧，其實嗰個被開墾嘅壓力咧係會越嚟越上升啦。咁你會見到呢一個啦，呢一個就係全球人口係一路上升嘅。我哋睇右手邊呢條巴，OK，紅色線係人口嘅上升，OK 2001年去到2017年呢個數字比較舊啦，書因為係佢嘅舊版啊。咁好啦，咁但係咧，我哋會見到咧就係嗰個森林嘅 loss of tropical tree cover，森林嗰個樹嘅消失啊，亦都係隨住人口嘅上升而上升。咁所以咧。我哋呢度去講嗰個 population growth 咧，唔單止係原始森林落後國家嘅人口上升，亦都講到咧全球人口嘅上升。OK，好啦，咁喺呢度咧，我就唔會俾時間大家抄筆記嘅。OK，大家咧係可以咧係再睇翻嗰個嘅我會將嗰個 soft copy 咧放上 Moodle 嗰度。OK，咁你自己可以去抄翻佢啦。咁呢度我哋係應該係去到 part 4嘅。好啦，呢度就總結咗就係、我哋話人口嘅上升咧，第一包括係落後國家啦，LDCs，佢哋嘅 birth rate 上升好高啦，咁但係咧death rate 開始下降啦，因為我哋嗰個嘅生活質素越嚟越好，醫療越嚟越好，咁所以咧佢哋嗰個自然增長越嚟越高。
就造成一個咩咧？我哋就造成一個咧落後國家，因為佢哋要生存而引致嘅而引致嘅資源嘅需求。OK，落後國家嘅人都要生存噶嘛，佢哋都要食噶嘛，佢哋都要發展噶嘛，係咪啊？佢哋都要需要有唔同嘅一個嘅生活嘅提升噶嘛。咁譬如巴西啊、哥倫比亞、南美啲地方，佢哋要發展，佢哋要生存。OK，咁所以佢哋對個 food 啦、mineral 啦、timber 嘅 demand 亦都上升啦。咁所以咧，引致係咩咧？引致就係佢對於嗰個森林嘅嗰個壓力，使用嘅壓力就越嚟越大。啊，森林土地嘅承載力咧，亦都因為咁樣樣被開發咧而下降。我哋話咧，呢一個嘅原因咧，係一個為咗生存啊，落後國家嘅人係為咗生存而開墾森林嘅。好啦，而至於全球嘅人口又點咧？全球嘅人口雖然我哋話全球嘅人口咧都會上升，但係咧喺先進國家 MDC 咧，佢哋嘅人口增長係慢啲。OK，佢哋人口增長係慢啲。譬如美國啦、歐洲國家啦，OK 嚇，日本啊、法國啊、巴西呢一個嘅德國啊呢啲地區啦、加拿大啊、美國呢啲咧，佢哋嘅人口增長慢嘅。咁但係留意喎，佢哋咧嗰個消費好高，high consumption。OK。咁喺呢一個嘅人口增長得慢嘅時候，但係佢哋為咗要維持佢哋嘅高嘅生活質素，佢哋維持咗佢哋嗰個消費主義嚇，滿足佢哋嗰個消費主義、消費文化，佢哋就會嚟森林嗰度開墾啦，resources exploitation。於是乎今次咧嗰個因為人口而引致到嗰個開墾係一個咩咧？係一個落後，係一個先進國家跨國企業 transnational company，佢哋發展森林、開墾森林咧，係 for 咩咧？就唔係 for 頭先嘅生存，係 for 咩咧？係 for 呢啲先進國家跨國企業去賺錢而引致嘅，所以我就特別框咗佢係 for profit making 啦。OK，咁所以咧，你去分析，你去解釋呢一個人口增長造成嗰個森林破壞咧，係有唔同嘅。落後國家係 for survival，先進國家咧係 for profit making。好，再嚟去分析另一個因素造成森林被開墾，就係咩咧？就係窮啦。咁邊度窮啦？咁梗係指緊熱帶雨林嘅國家啦嚇，佢哋嘅經濟水平好低啦。OK 嚇，智利啊、巴西啊、哥倫比亞啲地方，OK，佢哋嘅教育程度水平啦、科技發展水平啦，同埋佢哋嘅生產力咧都係低嘅。咁所以佢哋基本上咧對於森林嘅保育咧係冇乜去關注。OK 嚇，因為點解佢哋連食都食，佢哋生存都有一個危機係咪？所以佢哋係必須要去第一個考慮點就係佢哋嘅 survival。OK 嚇，佢哋嘅生存係最重要嘅，佢哋嘅發展係最重要嘅。OK，咁而好多時候咧喺呢啲嘅森林國家咧，佢哋嘅國家嘅政府咧為咗要發展啦嚇，為咗要去帶動佢嘅經濟發展咧，佢哋就會債台高築啦。喺我上堂嘅時候都提及過，佢哋會借咗好多錢嘅。OK，向咩地方借錢啊？向先進嘅國家啦，美國啦嚇，係咪啊？我講咗啦，譬如去向呢一個嘅國際貨幣基金會 IMF 啦，向世界銀行啦，咁於是乎造成佢哋咧係債台高築啦。好啦，而家佢哋要還錢，佢哋要還債，咁去邊度揾錢還債咧？冇錢還債，咪唯有就去開墾森林，將森林入邊咧可以賣到嘅資源開墾出嚟咯。木材啦、地啦，OK 嚇，咁於是乎就會造成好多時候咧，我哋話森林入邊嘅一啲嘅資源啦、hardwood 啊呢啲啦嚇，佢哋嘅價值高㗎，桃木啊、柚木呢啲佢哋價值高㗎嘛，咁於是乎就係成為佢哋嗰個即係被開墾嘅對象，從而做咩咧？就係還呢一啲 international debt 啦，還債啦，OK 嚇，咁呢度就俾咗個例子啦，馬來西亞 OK，馬來西亞咧就係其中就係一個嘅森林啦、橡膠啦嚇被開墾嘅地方做咩咧？就要出口出口要揾錢啦。咁如是者咧，由於佢哋要還債嘅緣故，OK 嚇，咁所有佢哋嘅資源咧就係被落即係 drain away 啦，就要被要去賣咗出去俾人哋啦。咁呢個最重要係原因係咩咧？就係窮咧就引致一個咧我哋叫做一個要還債嘅問題啦。咁呢一個咧就係一個數據，大家可以望下啦。世界上面咧，即係落後嘅森林國家，尤其是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哥倫比亞、巴拿馬、委內瑞拉、秘魯你有冇見到呢啲全部都係南美嘅國家嚟㗎？南美國家。咁另外呢啲都係啦，古巴啦、厄瓜多爾啦、哥斯達黎加啦、巴拉圭啦，你都見到咧，其實佢哋係債台高築。
OK 嚇，爭人哋好多好多錢嘅。OK，咁雖然話呢個係2019年嘅數字啦，但係其實咧到而家呢啲嘅國家都係爭好多錢。新冠疫情咧嘅出現咧，令到呢啲嘅南美國家咧就更加爭人多錢啦。咁而爭得最多係咩咧？呢幅圖比較 update 啲嘅，啱啱喺網上面揾到嘅。OK，2020年、2021年啦，咁你可以望到啦，爭人最多嘅錢嘅係邊啲咧？智利啦。跟住綠色嘅哥倫比亞啦，OK 嚇，跟住仲有阿根廷啦、墨西哥啦、巴西啦，咁而其中阿根廷係好嚴峻嘅，而家係 OK。阿根廷喺新冠疫情之後咧，基本上佢哋國家嘅債咧係超巨額，OK，而佢哋嗰個 GDP 咧佢哋嘅GDP 都冚唔過，賺嘅錢都唔能夠冚到佢哋嘅外債，OK 嚇。咁因為佢哋爭人哋好多錢啦，咁因為點解要發展啊嘛，咁所以之前係問咗人哋好多次，借咗好多錢，但係咧還唔到，咁唯有就係開墾佢哋嘅森林地區啦。咁於是乎，你會見到咧，就係喺呢幅公仔圖喺綠史入邊有嘅嚇。其實喺森林入邊唔同嘅持份者咧，其實佢哋都會對於開墾森林咧有唔同嘅睇法。OK，咁好多時候可能政府官員就係支持開墾森林嘅。OK 嚇，咁或者係一啲大型跨國企業，佢哋咧係嘅人咧嗰啲 CEO 咧，佢哋係支持開墾森林嘅。OK 嚇，咁但係咧亦都會製造出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好啦，咁啱啱就講完啦嚇，咁因為佢哋窮啦嚇，佢哋窮，咁所以佢哋要還債啦。咁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政府嘅政策，OK 嚇。咁唔同嘅森林國家，佢哋為咗即係要解決佢哋嗰個貧窮嘅問題 （poverty），OK，咁佢哋就要做一啲嘢啦。咁佢做啲咩咧嚇？咁佢哋就係要做一啲即係去發展佢哋嘅國家。咁佢哋發展嘅國家為咗要做咩啊？譬如一定要起路啦，OK，起路啦。咁之前都講咗啦，有路咁，於是乎啲資源就可以 drain，即係可以賣出去啦。咁跟住跟住嗰個嘅其他嘅人類活動就會嚟到呢度啦。咁可以利用森林嘅資源幫佢哋解決佢哋嗰個即係發展嘅問題啦。咁另外咧，政府亦都係有一啲嘅政策，譬如咧係佢哋政府咧都會發展一啲就係一啲移民嘅政策。咩叫移民 migration scheme 咧？就唔係移去第一個國家，因為森林地區其實佢哋個城市發展係有限嘅，城市嘅面積已經用到盡啦，唯有咧就要開向外擴展。OK，譬如我哋話爪哇，OK 嚇。印尼呢一個嘅首都 OK 嚇，咁咧就耶加達，咁耶加達發展到咁上下冇地咯，咁於是乎咪要去其他嘅森林嘅島嘅地方咯，咁於是乎你咪會開墾佢啦，咁於是乎就透過呢啲將啲人移走嘅時候，其實就係變相地咧，就係將個森林係被開發啦。呢一個咧，我哋叫做 poverty driven poverty driven deforestation，因為佢哋窮，OK，佢哋要發展，OK 嚇，咁由窮帶動嘅一個嘅破壞森林嘅狀況。另外就係嗰個國家帶動嘅國家帶動。咁頭先講到啦，譬如佢哋借錢啦問人借咗好多錢，佢哋要還債啦佢哋幫人佢哋起水壩起路嘅時候借咗好多錢，咁佢哋就要去舉債，OK 嚇，咁為咗要還債啦，咁佢哋就要開墾森林種橡膠啦，種 nuts 啦開墾森林嘅樹木資源啦，咁呢啲都係同政府嘅政策有關，OK 嚇。咁亦都有一啲嘅政府咧，其實佢哋係好 happy 咧，係或者佢哋想邀請好多一啲跨國企業，我哋叫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去邀請一啲跨國企業入嚟佢哋嗰個森林，甚至乎 take over 咗佢哋嘅森林嘅土地嘅，OK 嚇，咁就係然後就係俾佢哋呢啲跨國企業咧喺度進行，譬如好似養牛或者係呢一個嘅大規模嘅大農場嘅種植種呢啲 cash crops 咁樣。咁冇辦法，因為就係即係冇錢咁於是乎咧就由政府主導邀請佢哋嚟，甚至乎係即係invite佢哋嚟，OK 嚇，咁咧就係進行一啲嘅森林嘅砍伐啦，甚至乎佢哋咧係政府係會俾 permit 佢哋嘅喎，tree cutting permits are sold to earn government revenue，即係政府係賣地或者賣一個許可證俾佢哋咧，就係開墾森林。咁呢個就係因為佢哋窮，所以有政府呢啲咁樣嘅政策咯。咁喺 notes 入邊咧，我係咁樣寫嘅因為窮啦，佢哋要有一個經濟發展嘅需求內國國家由於佢哋貧窮啦，教育程度低啦，佢哋嗰個嘅經濟水平發展得好慢啦，佢哋又借咗好多錢啦
啊，咁於是乎咧，佢唯有就要出口佢哋嘅木材，出口佢哋嘅資源去做咩啊？去賺外匯 （foreign exchange）。於是者咧，佢哋要還債啊，pay off 呢啲 international debt。OK，咁就出現咗一個咩情況咧？就係、債台高築啦，啊 heavy debts。OK 嚇，因為借咗好多錢，佢哋就要還錢啦，need to repay the debt。OK 嚇，咁呢個就係冇辦法，係一個政府主導啊，因為貧窮而引致到嗰個嘅要開發森林。咁仲有一啲咩其他嘅政府嘅政策會導致森林嘅被開發咧？咁亦都有㗎。OK，呢度你自己揀咗個碌屎入邊啊。譬如政府會為咗去改善佢哋嘅國家嘅基建啦，咁譬如佢哋會起好多嘅高速公路，其中有一條高速公路咧就係好出名嘅，就叫 Trans-Amazonian Highway 啊，橫跨成個南美 OK 亞馬遜森林嘅高速公路 OK，由成個南美嘅東邊去到西邊，咁要起呢啲路 OK 啊，起呢啲公路，另外有 Trans-Oceanic Railway OK 嚇，由南美洲嘅東邊去到西邊，OK，咁咧就起鐵路，OK，咁呢啲嘅政府政策其實都係會主導咗嗰個森林嘅破壞，OK，會令到森林嘅破壞嘅。咁呢啲都係一啲咧，我哋話係大規模嘅政府主導引致到森林嗰個森林嘅破壞啊。咁另外仲有頭先所講嘅移民政策啦，啊，政府會動員一啲嘅我哋叫做 resettlement program 或者你叫做 migration program，OK，咁啊將啲人咧就會搬入去森林入邊嗰度住，OK，咁啊目的做咩咧？就係解決佢哋城市嗰個擠迫嘅問題，OK 嚇，咁就由出現咗一個嘅由呢一個嘅城市搬去呢一個嘅森林嘅地區啦，OK 嚇。咁另外，譬如呢度有一個例子嘅，譬如印尼，OK 嚇，呢印尼呢啲 case study example 你自己 mark 低去星星啦嚇。咁譬如印尼啦，印尼咧就係頭先講咗啦，OK 嚇，嗰個爪哇啦、蘇門答臘地區嚇、耶加達，OK，咁咧就開墾咗好多外島，因為印尼有好多島啊，印尼有千島之國之稱啦，咁咧於是乎就開墾咗好多一啲佢哋嘅外島啦，咁咧將360萬人咧就由呢一個嘅爪哇、巴里，OK 就搬出去，OK 嚇，搬出去一啲其他嘅細嘅小島嗰度，OK。咁呢啲咧都係一啲我哋叫做政府主導嘅一啲叫 transmigration program 嚇，即係大規模移走一啲人，OK 嚇，咁引導啲人去到啲森林嘅島嗰度去開發啦。咁呢都係由政府主導嘅政策造成嘅一個森林嘅破壞。咁頭先講嗰個啦，係1972年，OK Trans-Amazonian Highway。係啊，咁當時係一條新嘅路啦，呢條路咧係一路延伸貫穿成個亞馬遜森林，OK 嚇，5500公里，OK 由東邊去到西邊，OK 嚇，咁當中嘅地方所有嘅森林破壞咗啦，OK 嚇，咁就用嚟起晒呢啲路嚇，呢啲好靚嘅路，咁用嚟做咩啊？就係運輸你森林地區嘅 timber 啦、cattle 啊等等嚇，即係種植出嚟或者開墾出嚟嘅礦物，OK 運出去市場嗰度賣啦。咁而沿住條路亦都開咗發展咗好多一啲嘅鎮啦、城市啦咁樣樣，咁於是乎森林咪就係咁樣被破壞到咯。好，頭先呢度講嗰個印尼啦嚇，咁本來咧就係大部分嘅人都係喺爪哇島啊，蘇門答臘喺度啊，Sumatra、蘇門答臘、爪哇，咁就係啦，將啲人大規模移走，就移到去婆羅洲啦，OK 嚇，蘇拉威西啦，OK 嚇，其他一啲外島，OK 嚇，遠離呢一個嘅首都嘅地方，咁於是乎本身呢啲都係熱帶雨林嘅島嶼嚟嘅啊。譬如呢個婆羅洲有世界上面最高嘅森林嘅大樹，OK，咁又係啦，被開發，咁又或者可能開發成為一啲旅遊嘅中心啦，OK 嚇。好，另外政府嘅政策可能仲有啲乜嘢咧，會令到森林破壞咧？就係政府對於嗰個土地嘅擁有權、擁有嘅法例唔執行得唔係咁嚴謹。OK，loose land tenure laws，OK 嚇，咁就容許一啲開發商去買一啲森林嘅土地，OK 嚇，容許開發商同原住民去買咗呢啲森林嘅土地，咁政府冇一個監管。咁原住民自然就會願意去賣地啦，咁就賣咗俾跨國企業，咁跨國企業咪可以有權去開墾。
咁不過另外就係政府甚至乎會俾錢啊，甚至乎係提供 subsidies 啊，政府主導提供 subsidies 俾一啲嘅跨國企業嘅 commercial farmers，OK，咁等佢哋咧係可以喺一邊 OK 進行佢哋嘅商業嘅農業，或者係一啲違規或者係不可持續嘅一啲森林資源嘅開發。另外頭先都講咗啦，借錢係咪啊？有一啲 international loan agencies 啊，即係一啲國際，譬如我哋講世界銀行，世界銀行就係提供借貸啦，俾啲落後嘅國家啦。OK，咁啊專係幫佢哋做咩咧？做一啲大型嘅基建 project 啦，例如頭先講嘅移民啦。OK 嚇，移民你去移去婆州，咁你都要起路，起一啲嘅建築物。OK 嚇，起水電咁樣呢啲啦。咁啊 road building 啊 mining。OK，係借錢俾呢啲落後國家進行呢啲森林嘅開發啊，砍伐森林、礦物開採、起水庫。OK 嚇，咁呢啲係喺196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非常之普遍喺南美洲。咁當時因為佢哋好窮啊，咁所以咧佢哋都會願意咧去借世界銀行啦，或者國際貨幣基金會啦。咁但係就借咗好多錢啦，end up 咧就係冇錢還，冇錢還就係要去到森林嗰度咧，就係去砍伐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原因就係政府嘅衰敗啦嚇，政府官員 corruption 啦，或者政府係缺乏對森林嗰個嘅監管啦嚇，冇一啲足夠嘅科技，而家會好啲嘅，而家咧可能有無人機，OK，因為以前係未有無人機之前咧，咁你要去入去森林咁大嘅森林入邊，你去揾咩人係非法去砍伐咧，係好難。啊！你要派人去你嗰個叫做嗰個個成本好高。咁以前嘅時候，尤其是即係缺乏呢啲高科技，甚至乎可能而家都係嘅。而家可能落後森林國家都係唔夠錢去有足夠嘅呢啲嘅科技去作為一個嘅去檢測或者去 check 下有冇人喺度非法去耕種啊，或非法開墾。咁或者有甚至乎佢哋有法例，但係咧佢哋嘅法例嘅執行亦都係唔嚴謹啦。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就係即係私相授受啊嚇，即係賄賂官員。OK，咁甚至乎總統都會喎嚇，即係你都聽到好多時候，即係南美地區可能有啲嘅總統或者高層官員嚇係被賄賂。OK 嚇，咁於是乎做咗一啲非法嘅勾當，令到森林係破壞嘅。好。咁亦都有部分嘅國家咧，係佢哋本身根本就係冇一個可持續發展嘅概念去發展佢哋嘅國家。OK，佢哋唔願意犧牲經濟發展。OK，佢唔願意，即係佢哋寧願經濟發展，佢哋唔願意去保育。OK，因為錢係好重要嘛。對於落後國家，佢哋連飯都冇得食啦。OK 嚇，咁你叫佢哋環保喎，冇乜可能。咁所以有部分嘅國家咧，佢哋嗰個嘅國家嘅發展嘅想法，或者國家發展嘅一個價值觀咧，係一個我哋叫做development oriented，即係發展為先，OK，保育為後。啊，發展為先，保育為後，唔係好似即係我哋中國咁樣啦嚇。中國喺改革開放喺頭嗰30年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咪聽到好多污染問題啊，因為當時個國家係窮啊嘛，中國係窮，咁佢哋咪發展主導啦，就犧牲咗環保啦。咁而家拉美國家啊，呢啲咁嘅南美嘅國家，佢哋窮啊嘛，咁佢哋自然就係希望個國家先發展，係咪啊？咁所以可能佢哋就係咁樣就犧牲咗呢個環保保育啦。OK，好啦，咁呢度就係一啲相關頭先嘅一啲簡單嘅 point 啦嚇，政府就係發展主導，OK，就係犧牲咗環境嘅保育，或者佢哋好多時候就係進行咗一啲嘅遷移嘅 resettlement program，OK，將啲人搬走，咁亦都係會可能就係俾錢啲先進國家嘅商業，即係 commercial businessman 啦嚇，咁等佢哋就嚟到開發，但係佢哋嘅開發咧就係一個不可持續發展嘅。咁政府亦都冇乜控制啊，冇乜一個嘅對環境保育嘅跟進。OK 嚇，有法例可能就係個法例嘅執行好寬鬆。OK，咁為咗要還債啦，咁於是乎冇辦法就係犧牲咗嗰個森林嘅資源，又或者咧政府官員本身就係一個 corruption 啊，即係一個即係俾人賄賂。好啦，以上咧都係好大程度去解釋咧點解森林係會咁大程度去破壞嘅。好啦，最後一個咧就係呢個因素喺碌屎冇嘅，就係書入邊提及到啦。其實就係
同我哋而家現代人嘅生活質素有關，OK 嚇。咁我哋隨住我哋現代人呢，即係嗰個經濟嘅發展啦，咁我哋嗰個對食物啊個 diet，OK，好多時候我哋就以食肉為主導啦，OK 嚇，食肉為主導啦，食肉為主導，咁於是乎點啊？你咪要養好多牛咯。咁喺邊度揾地啊？咪去熱帶雨林嗰度揾地咯，因為啲地係平好多噶嘛。咁如是者好多森林嘅土地就係咁樣樣咧，就係轉咗去進行呢個 commercial ranching 啦，即係養牛啦。咁呢個其實就係同全球人類嗰個 diet 嘅轉變。以前窮嘅時候就食好多五穀，而家咧就係有錢啊嘛，咁啊食好多肉。咁你點樣去make sure 你揾到肉咧？咁養到牛咧，咁你咪去森林咯。甚亦都另一個簡單間接少少嘅解釋就係，我哋譬如我要養雞，我哋要養鵝，我哋要養鴨，OK 嚇？或者我哋要養其他嘅禽畜，咁我哋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啲飼料係咪啊？啲土地就係用咗嚟去種飼料，咁啲土地喺邊度嚟咧？又係喺熱帶雨林嗰度啦。譬如我哋話咪講嗰種黃豆。黃豆其中好大程度亦都係用嚟去做咗飼料，咁所以森林入邊嘅土地攞咗去種黃豆，OK，咁然後就其實再 further 就係做咗呢啲動物嘅飼料，咁其實亦都係犧牲咗森林嘅土地啦，犧牲咗熱帶雨林啦，咁所以咧亦都係一個我哋叫做 shift in diet 同我哋嗰個全球化嘅即係嗰個飲食嘅模式係有關係。咁同埋隨住全球化嘅發展啦，我哋所食嘅嘢其實唔係來自於我哋本土噶嘛，我哋就買啦，OK 嚇，我哋買其他國家嘅肉，買其他國家嘅即係食物，OK，咁於是乎森林入邊嘅國家佢哋就會基本上就係願意去開發佢哋嘅森林土地進行 cattle ranching，OK 嚇，咁就去打入呢一個嘅全球化嘅市場，OK 嚇。咁因此，我哋呢個都係同我哋嗰個我哋近呢幾十年嗰個嘅全球化有關係。好啦，咁喺 notes 入邊最後尾嗰個咧，咁你都可以見到一個表嘅，咁就嘗試分析咗頭先從一個嘅需求嘅角度同埋一個供應嘅角度，OK 嚇，即係落後國家呢度就係森林國家，OK 嚇，咁森林嘅國家咁點樣去滿足到先進國家嘅 demand？先進國家有好高嘅 demand，譬如呢啲嘅工業化國家啦、歐洲啦、美國啦，佢哋有好大嘅對農產品嘅需求，OK。咁，譬如佢哋對農產品嘅需求，譬如一啲嘅 timber 啦、mineral 啦，OK 嚇。咁於是乎落後國家咪提供俾佢哋咯，OK 嚇。落後國家咪提供咗好多一啲我哋喺熱帶地區種植嘅農產品俾佢哋咯。提供咗好多我哋喺落後國家嘅一啲commercial livestock ranching 養牛呢啲，OK 咪提供俾先進國家咯。一啲嘅礦物啦，或者係木材資源啦，mineral ores 啦，燃料啦，燃料都係喺森林入邊開採到啦。咁所以咧就從一個 demand 同埋 supply side 嘅角度咧係去分析啦。好啦，以上咧就係簡單講咗咧，就係喺各種唔同嘅人類活動背後點解會造成到森林被開發嘅一個原因。好啦，同學咧就係花少少時間睇完呢個 video 啦，咁咧我亦都會將嗰個 notes 我會 upload 咗上去 Moodle，咁你自己就 download 翻去抄咗佢啦。咁咧我會喺下一堂咧就會開上堂嘅時候就會同大家就會再去解釋咧，就再去討論一下熱帶雨林開發咧對於環境對於唔同嘅各個部分帶嚟嘅一啲咩影響？OK，帶嚟嘅咩影響啦？咁同埋跟住會再講嘅就係點樣可以持續使用到個森林？OK，有啲乜嘢解決嘅方法森林嘅破壞，咁而家有人類可以做啲乜嘢去解決？